紅藍遊戲如果對一局冇乜奇怪，但連續壓對幾局，那就非常叻啦。而家就示範下。我先講結果開閒。呵呵，9點閒贏，唔係吹嘅。今次我壓莊發牌，閒1點莊5點，直接莊贏，再離開個閒。8點閒贏，下一局仲係閒。冇錯，9點閒贏。